自從廢咗金本位，資產價格通脹變常態，央行靠印錢撐開支，人工跑輸通脹，普通人手上冇資產，就越嚟越窮。我有3個觀察：一、有錢人會囤積優質資產，呢種財富轉移，令冇資產嘅人不知不覺變窮。2、當長債息升穿6厘，借貸成本爆升就引發倒閉潮。呢個就係點解巴菲特長期揸住現金，等低位執死雞。3、當投資回報扣通脹係負數，大家寧願囤積黃金白銀。呢個就係帝國滅亡前嘅現象。睇通呢3點做好部署，想窮都難。